大家好，我係嗰個大道，咁就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先睇翻今個星期生死之交即時信息，咁就星期一嘅最信息我哋講到啦。原正班影片所講啦，現貨日線呢並非頭肩底啊，兼且上方佈滿阻力線啊，短線再上空間有限嘅。咁就按周期拼圖啊，某種形態即將完成。咁現貨期指一直企小時大支持呢，亦屬強勢，整個反彈浪呢待收穿再確認啦。咁就五消息，早市期指先低後高啦，小時裂口尚未企回，形態開始有收窄三角嘅味道，好淡機會各一半，破邊個後走400點波幅。星期二嘅早前息，星期一晚夜期再度攻上啦，小時突破收窄三角嘅下降軌啦，上完一關阻力26580，企上掛目標睇269。咁另外現貨小時呢亦都出咗形態㗎啦，等到出邊嘅啫。咁就五消息，早時期指窄幅震盪啦，尚未破位，走勢不至於太弱。繼現貨小時繼續一種形態，從形態上面睇呢，今個星期內會出方向嘅。星期三嘅早前息。星期二晚夜期回調到下端上升軌啦，呢度不容有失。如果收穿嘅話呢，短線反彈浪可能完結㗎啦。咁現貨小時大支持亦都隨時間上移啦，收穿嘅話會有初步轉弱嘅形態。咁現貨一直都未能收企喺某大關之上啊，阻力仍然有效。現貨繼續某一種形態，相信呢打穿嘅話會打開下跌空間嘅。咁就五消息，早時期指預期走弱啊，咁就開始觸及小時大支持啦，亦都到達咗支持嘅交匯點，呢度有一定防守力，收穿再考慮下行嘅可能。咁就如果想做淡嘅話咧，小心反彈，收穿26000再睇255啊。星期四嘅早訊息，星期三嘅現貨咧，終於收穿馬上形態啦，往後走弱機會日漸加大。咁同美股唔同啊，一直無力企上260幾嘅大關啦，攻上27000甚至再創新高咧，機會相對不高噶啦。咁就星期三嘅期指都觸及小時嘅大支持啦，未能攻克。咁就低位延伸上升軌亦都收穿，最好走一段反彈咧，應該已經完結噶啦。咁待收穿小時大支持咧，再打開下跌嘅空間啦。咁就五消息，早時期指預期下跌啦，週期拼圖我哋現時見到有兩個可能嘅，咁就預期走第二個版本啦。咁現貨一日未收穿小時大支持咧，一日都唔能夠確定係咪真係即刻走弱嘅。星期五嘅早線息，咁就星期四晚夜期一度反攻到26000關口，及後無力企回，255至256咧應該有大支持嘅。相對於現貨小時大支持嘅位置左右啦，咁就如果短探嘅話咧，可以考慮收割啦。咁待觸及小時大支持咧，再睇反彈情況啊。咁就另外喺早市有補充啦，非常接近現貨小時大支持，爭幾十點，短探嘅朋友請留意啦。咁未正式觸及咧，又開始彈咗上去啊。咁就我哋之前有講過已經買咗原油嘅 ETF 啊，咁喺過去嗰一兩日啦，都升得好多噶啦。咁我哋都不斷減持去降低現有持嘅成本價嘅，係啦。咁就五消息，早時期指咧預期再度下跌啊，咁就現貨接近小時大支持開始奮力反抗啊，進入震盪嘅行情。簡單嚟講咧，現貨小時大支持之上，期指小時大阻力之下，兩者不同，屬於震盪結構啊。咁就亦都提供咗現貨阻力同大支持嘅位置啦。咁亦都觸及到我哋所講嘅現貨阻力位㗎啦。係啦，咁就今週信息大致咁多。OK， 我先睇翻上證先啊，咁就上證我見到今個星期咧都曾經試過拉上去4100幾點嘅，咁就4114之前都有講啦，4000點一個阻力啦，如果4000點企得上嘅話咧，應該可以上到80點左右嘅，咁就最高見4114咧，應該完成咗今次反彈嘅目標噶啦，咁就現階段個形態咧，我哋都隱約見到似收窄三角，係啦，咁就。呢度延伸嘅下降軌啦，同呢度之前所講嘅上升期嘅上升軌咧，咁就開始逐漸整合噶啦。咁就如果出邊嘅話咧，應該會行到大概300零點嘅幅度啦。咁所以就暫時咁睇啦，收窄三角個末端位置咧，應該去到今年嘅6、7月嘅。咁我預期咁睇咧，應該5、6月開始咧會出邊噶啦。咁就收窄三角升跌機率嗰半嘅。咁睇下到時升定跌啦。咁到時候如果升穿或者跌穿嘅話咧，走就走300零點嘅波幅啦，係啦，咁所以現階段點睇咧？咁暫時上證最好行嗰段反彈浪咧，都應該已經完結咗啦，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多。OK， 咁就睇下道指先啦。咁就道指我見到上星期咧，其實都已經突破咗呢雙線嘅上升軌啦。咁就見到今個星期1、2、3、4嗰個星期
大約都係喺度位震盪啦。咁曾經先係星期四咧曾經回調嘅下影線咧觸及翻雙線上升軌，咁就冇收穿嘅。咁我哋睇睇個黃金比例先。如果由高位至低位咧延伸咁計啊，黃金比例通常企得上0.786嘅話咧，再創新高機會好高嘅。咁而家明顯咧喺0.786之間整頓緊嘅。咁就暫時咁睇咧，佢個形態係啦。如果往後唔收穿呢雙線上升軌，即係48570度咧，仲有機會再創多次新高嘅應該係啦。咁但係如果呢條雙線上升軌咧，佢收穿嘅話咧，咁呢組就會變成咗假突破噶啦，係啦。假突破往後就應該要試翻呢啲下邊呢啲位置啦。咁所以現階段點睇嘅話咧，睇下往後會收穿啦。如果唔收穿嘅話咧，我都認為佢仍然有機會再創新高嘅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多啦。OK， 咁就睇下納指先啦。咁就納指之前都有講啦，如果佢突破到一個有堅嘅極點位置咧，咁就應該會成個形態失效再創新高嘅。咁就明顯依家見到佢都已經走上咗個上升格局啦。咁就咁睇嘅話咧，之前都有講佢如果係畫個上升旗嘅話咧，升幅目標25000啊，咁就依家2400都相當接近嘅啦。咁如果假設啦，呢兩條上升軌應該呢3條上升軌啦，一路唔收穿嘅話咧，佢走勢都一直偏強啊，係啦，咁到25000嘅機會咧，亦都相當大啦，亦越嚟越接近。咁上邊咧基本上都空間無限大嘅，係啦。咁如果有一日咧佢收穿翻呢幾條上升軌嘅話咧，咁就有假跌破形態應該會轉弱。咁但係現階段啦，仍然係守緊喺度嘅。咁暫時先睇個目標25000啦，咁爭個百零點度嘅啫。咁就會唔會再有啲咩位置再睇高啲咧？暫時冇。咁如果按翻個上升軌去睇嘅話咧，佢最高可能 extreme 去到26000度嘅，係啦。咁就得嗰句啦，佢要收穿呢幾條上升軌咧，先至會初步轉弱。咁否則嘅話咧，仍然係繼續往上走啊，係啦，仍然繼續偏強啊。不過你由低位見到佢大概20000點，依家升到24000幾啦，升2成，短時間升2成嘅話咧，再搏上嘅值博率咧，我就覺得唔大啦，係啦。咁就係啦。大致咁得啦。OK， 咁就最後睇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。咁見到佢繼續係爆升上去啦。咁隱約咧喺個形態上面見到可能畫緊一個超級大嘅上升勁嘅。咁如果計翻個升幅目標咧，大概106，咁就現階段最高咧10564，應該差唔多完成個形態㗎啦。咁就之前都有講啊，佢爆升咗上去咧，第一個裂口都唔補嘅話，基本上咧就只有升嘅啫，係啦。I mean，第一個裂口嘅意思係要成個裂口要收穿嘅。其實你見佢由反彈至到而家咧，係冇每一個裂口都不停推上去，係冇一個裂口係收穿過，係啦。咁如果佢啲裂口終於有第一個收穿咗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成個上升形態咧會失效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就咁數咧，裂口呢度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啦、5個啦、6個啦、7個。7個裂口咧不停推上去，係啦，冇一個裂口係曾經試過收穿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如果佢有一個裂口收穿咗嘅話咧，咁就應該有機會啊，最好走嗰段上升已經完咗㗎啦。咁我就咁睇，暫時最高嘅裂口咧喺102至到103度，係啦。咁如果102至103有一日收市收穿嘅話咧，應該成個形態會轉弱㗎啦。咁就到時再留意啦。咁啊，大致咁多啦。